喂，有啦。喂，今仔日真欢迎罗俊义牧师来到咱当中。即马是直播声音测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
迄个兄弟大家搞早。咱即届中级领袖会吼，无出外去办吼，即个配偶吼参加的意愿就较低啊啦，非常的明显嘿。咱若有出外去领袖会吼，配偶拢较会参加。 所以咱即届咱报名只有25个啦吼，头拄仔发生一个小插曲水的代志啦吼，咱的福音车去载咱的讲师吼罗俊义牧师的时阵，李鸿章医师吼看到因拄好，伊高铁伊应该是位倒落起来啦，拄仔伫乌日站遐看到咱的福音车，伊本来要坐客运车转来台中入来市区嘛。 看到咱的福音车拄仔用共乘安尼，等下讲伊讲啦，要来听罗牧师陪灵安尼，拄仔加扣一个啦。咱来先来吟诗啦吼，咱来看手册第5页，手册第5页，这是北洋语的诗歌啦吼。 我要经这诗歌的时阵吼，原来足丢度的啦。因为吼，咱这台语吼，我是真正有感而发啦。我感觉到我这台语都无去啊。因为真诶看遐少年的拢无啥爱讲台语哦，咱这台语礼拜吼，佫毋知用当偌久啦。真正去用消灭啦吼，咱若无努力，我。 华语的礼拜，经这华语的诗歌吼，就是咧准备遐个手册资料的时阵吼，就咧想讲要唱啥物歌，我去想起我学生时代，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大概来笃行教会，咱的领袖会，拢唱迄校园诗歌，因为迄当阵较无台语诗歌吼。 我都有迄个怀旧啦，我想讲我无即届甲摕出来唱安尼，当然有一寡征战吼，较歹势吼，这就是主办的福利啦吼，我用经歌咧，歌是我拣的吼，所以我会当拣吼，对我真有意义，也是有感触的诗歌吼。来，咱来看这第5首，咱请司琴弹者吼，这唱华语啊，这。 真老的诗歌，路长老坐较头前的啦，咱人无真济，路长老坐较头前的，无我等下拢叫你祈祷哦。坐较头前的，因咱甲25个人尔吼，照迄防疫的位置为坐迄。 第再来，我心感觉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，他比黎明灿烂，金色荣光更加明艳，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，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，一般也猜想不到，金色海岸那边，那日我主比以前更加美丽，更甘甜。第10个一遍。 我心感觉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，他比黎明灿烂，金色荣光更加明艳，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，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，一般也猜想不到。 金色海岸那边，那日我主比以前
天更加美丽。甘甜第二站，当我远远见主他的荣光跟我照耀，他比黎明星的力量比百合花更鲜艳，他使我所羡慕的心得到这满足。它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，芬芳甘甜，一般也猜想不到，金色海岸那边，那日我走比以前更加美丽，更甘甜。咱今日嘛是要用礼拜来开始咱的灵修会啦吼。这个开会礼拜吼，我是该设计一个朗读朗读的开会礼拜，就是大家拢来参与安尼吼。等下我会分配迄个读圣经启用祈祷的人，咱照咱的顺序安尼吼，每一个人拢爱参与吼，咱来。读上帝的话，祈祷做咱的礼拜安尼吼。所以等下你爱注意吼，我会甲你，咱迄个开会礼拜的部分吼，咱则拜托咱吼，咱来试看卖啊吼。咱可能较无习惯即种的啦吼。你知影伫迄个修道院吼，因咧逐工下早礼拜、中昼礼拜、暗时礼拜，因无伫。重要的祭日吼，因是袂有讲道的啊。主日伊会讲道，祭日伊会讲道啦。平常时因就是早时的礼拜，礼拜因就是大家做伙来吟诗、读圣经、祈祷安尼。了就爱大家去殊荣共赏吼，家己做家己的工课啊。迄修道院因的生活是拢安尼吼。所以咱等下咱的开会礼拜吼，就是用。朗读的一个礼拜啦吼，来，咱过来看，咱来掀开咱的诗歌第8页《圣经亲像物件》。这个是今日罗牧师第一讲的真重要一个主题吼，咱就爱勤读圣经啦。第8页，圣经亲像物件，圣经亲像物件，互咱心内错误，互咱知做言行是正，我个救主耶稣。第2站。圣经亲像路灯，着赶来行天路，用伊来照路途光明，亲近救主耶稣。圣经亲像培心，互咱知是祝福，大家着读话的深信，因无救主耶稣。圣经亲像金银，咱着出力度稳，伫白受死大人有份，信靠救主耶稣。圣经是干那一本啊，但是正人咧读读入去心内所表现出来拢无共款啦我伫要60岁啊第一届2个多月拢无礼拜，恁有怪怪
我咧遐想哦，连我做兵的时阵，都无甲2个月无礼拜。做兵伫迄个中心的时阵哦，新兵中心嘛，头1个月就休假，礼拜日就休困啦，会当去教会礼拜。所以即届吼，这疫情吼乱一个吼，所以咱嘛无方便出外去办啦吼。但是吼，北京有一句话讲：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啦吼；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我是咧想讲，灵修会中心就是培灵的工师啦，所以讲吼，咱今日真欢喜哦，咱邀请到罗牧师吼，甲伫咱中间吼，伊正已经来甲伫咱的代志，来甲伫咱的会场吼，坐伫头前遮，咱也真感谢伊啦吼。希望咱会当对于今日的培灵，对于来得到做啦吼。咱过来看12页。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受事道生成行，真求社会人民听通，天父实在是疼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疼，写我一切有为罪过，天父上帝是疼，虽然我有罪过激动，背逆天父生命，求的主对的是我一人，要顾伊也是疼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疼，写我一切有为罪过，天父上帝是疼，圣经耶稣受定十架，替咱受苦惨死，是为着咱受咱罪责，伊听亲像安尼。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疼，写我一切有为罪过，天父上帝是疼。第4站，天父疼痛这深这大，情人应该捌伊，着紧紧来大家君王，地求着叹之心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疼，写我一切有为罪过，天父
上帝是定。阿门。咱这中级灵修会吼，我一个观念啦吼，我就是讲无爱动用足侪人的。所以有诶当工课会认为讲，拢你尤志良咧唱独角戏啦吼。因为我是希望这中级灵修会，因为伊诶对象就是干那中级，甲伊诶配偶。哦，咱即摆最近佫甲人职会，遮会长加入。我是希望大家拢来坐咧遮做玛利亚，较莫佫伫外口安尼撞来撞去，伫遐哦传啥做马代。所以我尽量哦啦，我即摆甲看咧，我真歹势吼。你甲看诶，咱诶手册吼，手册42页吼，咱有咱今日遮诶名单吼，咱感谢遮诶同工啦吼。结果看，所以拢姓尤诶咧做啦吼。啊，因为我就是无啥爱动吼，讲啊拜托即个做迄，拜托迄个做迄，因为这是中级灵修诶。尽量大家来做玛利亚，莫伤辛苦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恁着用阮我这唱歌无啥会准的吼，就直接练唱啦。伊这歌着我是想讲，这歌着我拣的，啊，着我来带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，恁着互我训练一下吼，互我即个机会直接练习这领唱，无阮嘛想咧吼。啊，搁有咱你偌久毋捌咧领唱啊？咱遮个做中级的偌久拢毋捌咧领唱啊，毋捌伫聚会内面咧领唱啊，因为大家有其他的同工吼，啊，所以我们趁即个机会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请大家来体谅啦吼。咱即摆人来了差不多啊吼，迄个咧坐伫后壁，咱拢来坐较头前的好无？淑美坐在头前，因为等下礼拜要朗诵啦。啊，迄罗伊姐，拜托坐来较头前的好无？啊，恁若惊冷的吼，毋好坐迄冷气骹。咱来看迄个。33页，手册33页，手册33页，迄是咱的开会礼拜听时吼。迄个正月你负责宣调来开始。你遐看手册33页，等下咱开始礼拜，我就无搁一个叫名，请咱就这样真顺序安尼行落去吼。正月吼。然后，我会带大家吟诗，天父听咱世间正来了，启言声笑音，你着伫遐坐就好啊，你毋免搁来遮，你着负责启言，你着讲启言文第15篇，你着上帝啊，对啊，咱大家着用，安尼，吼，安尼知无？有问题爱问我吼，啊启言了，咱着请师妹来读第一类的圣经。好诶，大伙会写迄吼，有诶，知吼？你可能先读一个，莫念你食螺丝，伊这有诶圣经你吼，恁趁诶家己找起来，然后过来请玲珑第2位诶圣经。这老师就不用了吼，过来第3位诶圣经，请木生执事。有看到无？第3位圣经吼，定刚九遮的圣经吼，过来祈祷请秀玲长老，你爱负责这个部分的祈祷，吼，然后你祈祷煞，我就会搁带大家吟诗了后，请秀贤姐带大家来启应第2部分的。启应文第8篇，小可看了，启应文第8篇，吼，
吼，了后启用了，迄个上帝长老娘，你有法度读圣经无？你用带大家读圣经无？啊？会使无？好，来，第一页圣经，请长老娘诶。好来，第二位的圣经，咱继续后壁，咱请迄个书圣。第三位的圣经，请李淑长老。祈祷的部分，请阿高长老。哦，这是第二部分。第三部分，我会搁带大家吟诗了后，启用请阿嘉。阿嘉，你负责第三部分的启用文40篇迄个，你启啊，阮大家会认安尼，知吼？过来，过来圣经，请罗仪。过来，请苏小姐，圣经第2个，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即个。过来，请主座长老第3位的圣经，啊，祈祷就请牧师，安尼，啊，咱的开会礼拜就煞。啊，剩的无轮到的免欢喜，明仔还有闭会礼拜，啊，不一定上拜啊。大家拢有吼，等下吼，咱9点，咱10点照迄时，咱就先开始来迄个，开始行去培灵会吼，咱做礼拜，啊，我遮遮吼。安尼有问题无？好，安尼咱就慢心吼，咱请做一个前奏，咱要开始来开会礼拜。
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恶较赢我。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徛踮伫你的院内的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互伊的水满满。你管握田园，互伊的狗满伊的狗伤病伊的灵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。地伫旷野的草坡。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谷做满来看。以赛亚书40章第8节：草会干，花会谢，独独咱的上帝的话，的确永远伫地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：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，也有利益伫教示、伫督责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。约翰福音5章39节：恁讲究这个圣经，因为拍算伊迄中间恁有永活，也为着我最感情的，就是这个圣经。咱即条三角来祈祷，天顶的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互阮伫即个时间有主你的安排立你，互阮会当自集伫遮要来灵修，阮也透过要罗罗斯伊是你真中的罗卜，伊对少年甲年冬，伊世人拢奉献伫主你。伊固守坐世，遮个信徒，遮个羊群，阮有看见，伊是一个真中助力、真中的萝卜。阮久阮都听到伊的分享，阮真钦佩，阮也真爱听见罗牧师伊的讲道。主啊，阮真大的福气，今仔日有这个好的时间。你会当安排，互罗牧师来到伫阮的所在，阮会当自集，阮用个欢喜的心来主神，要来听主你的话，欢喜的心入伫主你的殿里。虽然伫这疫情真严肃的时阵，但是主你也看阮，你顾守阮，阮每一个人拢是健康的身躯，拢是对主你来，阮真大的感恩。伫这个时阵，阮大家三个做伙。我听心，互相彼此相听，伫主你的殿里，阮搁较感谢主你，互阮会当兄弟姊妹大家互相请安，互相彼此相听的时阵，有主你的灵甲阮三角同在，互阮全部全心放伫这个所在，无咧想外口的代志，全心听主你好的指示。阮搁较会当对主你的脚步，学乐主你的圣尊名，阮献上感恩祈祷靠主圣名来求，阿免。
启应文第8篇，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。虽然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前保护我，将我秘伫伊布边探捌的所在。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，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恁着心无见我的面。毋通对我黄你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山。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。以赛亚43篇1节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，迄个造成你的安尼讲，你免生惊，因为我救赎你，我捌叫你的名叫你，你是我，你是我的。约书亚记1章8节，这个律法的册毋通离开你的喙，的确着每日想伊，互你即手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的一切话，安尼就会互你的路平坦，你也着得到大亨通。申命记30章20节。耶和华你的上帝，听伊的话，结连伫伊，因为伊是你的活命。你的日子久长，也在伫伊，互你通徛起伫耶和华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就抓所要赏赐伊的地。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受人看轻，互人放杀，受侪侪苦痛，常常拄着忧闷。你受看轻，亲像互人黄面毋看的一样。阮也无尊重你，你阁实在担当阮的忧闷，陪阮的苦痛。总是阮世间人常常掠做，你是因为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阁受苦楚。你为着阮的过失受伤，为着阮的罪过来受害。主你担当刑罚，阮当得到平安。你受鞭拍，阮得到医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，也求主圣神引带阮伫即个世代，着怎样行主你的好道理，催逼阮逐人的心智，
向前跑走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帮赞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启应文第40篇，主讲我是阿里法，阁是欧米伽。洗穿伊的衫的人有福气，将予伊有权力伫活命的手。我耶稣已经采我的天使，为着这个教会。我是大票的拳头，阁是伊的后裔。圣神甲新娘拢讲来，喙焦的人将来。干净才会事的讲着，我紧紧到。圣经以赛亚书42章3节，受伤的芦苇，伊无压制；要熄的灯火，伊无拍熄。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。诗篇119篇11节，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诗篇145篇21节，我的嘴要讲出阿乐耶和华的话，愿见有血气的，拢永远阿乐伊的圣名。咱做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拣选阮，何等福气，阮诚做你的囝儿。阮是上帝国的百姓。主啊，阮着照你的话。照真理，照你的光来行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，养赐阮的活命。主啊，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，免得阮得罪你。主，阮何等的欢喜！今仔日有阮属灵、信仰的前辈罗准义牧师伫阮中间，你差遣伊，将你的话、你的道理，以及伊生命的体会经历，今日要甲阮来分享。主啊，阮要对伊的身躯顶看见你奇妙的作为，也要照着伊的嘴所传讲好的信息，诚做阮真正是性命
灵魂的食物，帮助阮的灵性对安尼来得到换新，阮的灵性对安尼来得到复兴。主啊，阮真正较无你，阮若是无你的话，阮的生命就亲像草，亲像花就孤单。主啊，总是你的话要眷顾阮，阮得到帮助。阮真正恨无你，独恨无主你的圣神。你来充满阮，阮恨无你，亲像落切切恨无溪水一般样。因阮也知影，阮所信的是水，你袂互阮来计较见效。主，阮要举起阮的头，注神伫主耶稣，注神伫你的恩典中。愿主你赏赐你的恩典、惠力、恩惠，充充足足、丰丰富富，超越阮所求所想。伫今仔日的会中，愿见若咬喙打羡慕伊的人来，就得到求，就要互阮拍门要甲阮开，阮拢得到丰富的造就栽培。阮要将阮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，仰望伫主耶稣你的圣手。愿你的神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每一位中职同工，特别也甲罗准义牧师萨卡弟弟，愿咱的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咱礼拜到这吼，咱要开始今日的主题啦吼，就咱来请罗牧师甲咱陪灵吼。咱照这时间表，因为即马差不多50分，咱有提早时间所以咱念咪陪灵煞，咱有一个会当做休困，或者是无排，要紧。所以咱的时间听我分配吼，咱陪灵的时间是50分钟，咱因为咱这是用集灵受会，咱人少少所以咱会当伫牧师的陪灵了后，咱有一个回应，也是有啥物，咱会当有能提出来一个讨论的时间安尼吼。咱的手册有41页遐，有特别即个罗牧师的介绍啦吼，咱会当看着，咱才家己家己看吼。手册41页，来，咱只用鼓掌啦吼，欢迎罗牧师来甲咱的中间，透早就为台北出门哦，真辛苦啊！咱做伙来祈祷，慈悲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三甲做阵，伫遮做伙伫分享甲学习。有你的话就会当诚侪，阮的帮赞甲快乐。感谢你会听通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我毋知咱家己拢有炸圣经来，有诶请举手看嘛。咱若会当手头拢有一本圣经哦，咱会当先来看一段圣经，是伫以赛亚书40章。以赛亚书40章哦，头先咱的手册有第一节其实是第爱读40章第6节到第8节。哦，以赛亚书40章第6节到第8节，我用华语来读。哦，我用华语来读，咱做伙来看。有一个声音喊说：“去报消息。”我问：“报什么消息？”要宣布人人都像草芥一般，他们的美丽像野地的花。上主吹起一阵风，草就枯萎、枯干，花就凋谢。人跟花草没有两样。草会枯萎，花会凋谢，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不改变。这是头一段落。另外一个段落，咱看提摩太后书第3章，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。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，咱看14节到17节，14节到17节。至于你要持守你所接受和确信的真理，你晓得谁是你的导师，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，就是能给你智慧，指引你借着信基督耶稣而获得拯救的那本书。全部圣经是
受上帝的灵感而写的，对于教导真理、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正路，都有益处，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能做各种善事。这是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哦。咱拢已经有一个共同的经验，这个经验就是对去年应该讲前年尾到伫今仔日，咱拢经验到武汉肺炎的冲击真大，包括咱今仔日伫遮聚会，拢在限制人数，坐到遐尔在看，你有感觉？安尼人甲人中间的距离哪来哪疏远吼，袂当出去拜访，搁甚至上严重，伫5月迄个中间，我毋知咱教会有人过往去无，连要举行个别礼拜都无法度，吼，敢若厝里几个人，我去主持一个葬式，迄个葬式哦，参加的人真济。伫台北第2殡仪馆，要入去拢得搁爱 QR code 实名制，结果人超过伊规定的人数，我得随时来，讲迄个个别式爱马上结束，所以礼拜到一半得爱随时结束，得感觉人的生命哪会即个情形？咱咧看这。咱毋知有去想到，你有去想到，到底这是咧甲咱讲什么物件无？你敢捌去想讲这到底这个疫情，互咱上大的感受是什么货？还是拢无什么感受？你有发现咱台湾人对什么货真关心无？这个疫情了，咱上关心定在讨论的是什么代志？你有发现无？我看毋是吧？疫苗，咱会拢袂当去店面食饭。咱对食饭较关心过头注疫苗。咱到即嘛，还真侪人也袂注疫苗，毋是无疫苗。你知疫苗一个开始 AZ 在注的时，无人要去注。你毋知有发现无？甚至你若交500箍。任何大病院拢会当去住，因为我是75岁，所以我毋免交500箍，我走去登记，得随去住。迄个时阵根本无人要住，大家敢烦恼一项，餐厅当时会开，我当时会当去食饭。那阵台湾人的基因吼，迄个基因是籽。喙唇甲籽啊，西洋人的基因毋是喙唇甲籽，西洋人的基因是耳孔。所以因讲哦，一个月若无去听一个音乐会，无去看一个戏剧，因会感觉迄个生命就无啥意义。所以你看疫情的中间，因嘛真侪人住在阳台，牙线啊、牙片啊在喷，牙线啊在顾。因一直感觉这是生命上高大的物件，咱是感觉若无出去食一粒饭，无你即摆注意搭看，若开放到毋免用迄种古力帮罩起来，大概餐厅逐间拢客满。你要看这是啥物？这是咱伫关心的物件哦。咱伫关心的物件，真少人伫想讲，即个疫情到底带来是啥物？我拢定伫提醒信徒、提醒参加查经班的人注意，即个疫情带互咱伫甲咱讲啥？人类的科技真有限，咱的科技会当拍，即摆会当拍迄种。卫星拍到倒位，还佫会当伫遐翕相倒转来，翕一张相倒转来爱1个月的时间。你也看电子遐尔得紧，用光速的路在走，翕一张相片倒转来，
你知影已经大概偌久1个月，啊，咱的卫生已经拍到倒位伫遐伫洗，火青，拍到火青。但是咱的科技遐尼在进步，咱的科技遐尼在进步，啊，对一个目睭看袂到的细菌，咱无摘掉，咱已经母2冬足足，咱还阁无法度控制即种的疫情。啊，即马来上严重是即个疫情一直在安怎，一直在改变。咱即马讲。本来是英国的物件，啊，即马来就变做Delta，啊，即马最近佫发现是倒位的哥伦比亚，真恐怖。啊，即马来佫变做啥，已经拢无人知。甚至咱原来想讲疫苗若出来注落去，拢会好势。啊，你有发现无？咱对外国倒转来。10几个内底有5个，甚至已经有发现一支变种的，咱到今话要惊死。所以这个变种哪来哪济，伊在表明一项，无论咱的科技偌尼在搞，咱拢真安怎，真软弱，佮真有限。所以咱若有在读圣经，咱对先知以赛亚的话的。听会出来，伊讲啥？伊讲风一个吹，恁得出去讲，啊要讲什么话？伊得讲草会啥？会打，花会啥？会谢。人甲什么话共款？草甲花共款，意思就是讲人拢会安怎？人是真软弱的，上帝吹一个风，人就拢无去。所以咱毋免去相信这个世间什人偌伟大，毋免相信。哦，你著安尼头壳搭想，习近平会死无？知影习近平？毋知？知影习近平无？会死无？伊亲像花，亲像草。无论伊偌高，无论伊掌握全世界，掌握偌济，有一日伊会安怎？伊会死。毛泽东身躯边有一个医生，毛泽东晚年的时问伊身躯边迄个医生，伊敢若当问一句话：你来甲我讲，我会死无？迄个医生敢答讲伊会死无？毋敢讲啊。因为讲咧，换迄个医生大生死。你若去看迄个医生写的回忆录，伊敢讲一句，伊甲毛泽东讲：我会尽力，我会尽我所有的气力，甲你照顾。这聪明的话哦，伊毋敢讲伊会死。所以到伫落尾，伊较紧申请移民美国。伊知影，伊阁留落，伊得包死的。啊，毛泽东有死无？死啊！啊，毋过伊的某为着要互中国人看见伊无死，佮派一组人去英国。英国有一间真出名叫蜡像馆，将遮个出名的人拢带做甲亲像真的共款，啊，一身一身彩。走去看了，遐个人倒转来讲啥？迄无水，咱中国人家己做较水。但是伊无爱做假，所以叫迄组小组的人做一件代志，将毛泽东的身躯拢用防腐剂甲伊做起来，用玻璃甲伊啃起来，所以毛泽东到今拢还未埋葬。啊，拢在互看。毋过每一档台变偌济钱，才变200万的美金，保护伊的身躯，一直用药啊搭煮。啊，其实伊就是一个什么人？死人，迄毋是活人。活人无可能拢倒伫玻璃坑内底。咱得
我伫讲这是要互咱知影。你看圣经的话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通讲是3000年前传出来的信息。伊伫甲咱讲，草会焦，花会谢。毋过最后伊讲一句话是啥物话？上帝的话安怎？永远伫地。所以咱也伫看圣经，伊伫互咱知影，人类社会无论科技外高。上帝小看一个物件，咱伫规个拢拍拍的。哦，你也看，即摆来世界上严重的代志，可能毋是干那即种瘟疫啦，吼，即种 COVID-19， 咱咧讲武汉肺炎，这嘛是真典型的瘟疫的一种。但是咱若搁来看，比这搁较严重是啥物物件？一直伫。哪来哪接近的是啥物货？气候变迁。气候变迁，咱绝对毋好疏忽。你看咱台湾，今年3、4月海叫，无水哦，无水哦，水库拢干啊去啊！啊，即摆落一个雨，你看咱最近密密麻麻。哦，即个拢在讲到啥物？讲到人类实在是真啥？真软弱、真微细、真有限。咱感觉咱的科技会当解决一切，其实拢无解决。咱的科技甚至造成搁较侪问题伫咱现代生活的中间。所以咱若有在注意，有在注意这个。咱得当来想即个问题。你看瘟疫一个来，咱的教会生态嘛改变。咱是到当时到即个月，才会当开放室内50个人聚会。咱过去毋捌经验到这，无咱旧年无禁甲遐严的时阵，今年禁甲真严，袂使超过50个。但是咱注意来看，对5月、6月到7月，特别是6月、7月，咱拢袂当伫礼拜堂聚会。咱得通过啥？通过线顶聚会。啊，即摆一个线顶聚会佫较趣味哦。微信都倒在面床伫看。我嘛去济南教会线顶的。我嘛去台北一间啊做同光教会，我拢甲因警告：你若做礼拜要倒伫面床伫礼拜，你若要穿内衫内裤伫礼拜，啊，你得较差不多咧。你毋好想讲无人看，我拢提醒信徒，真正有读圣经的人，做起要培养一个人物。咱的上帝有5大特性吼。咱的上帝有大特性。伊咧讲的头一个，咱的上帝是一个什么？无所不能哦，无所不能。咱的上帝是一个什么货？无所不在。咱的上帝是无所不知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所以咱会当看出讲，咱的上帝有5大功能，啊，伊5大的特性。所以你倒伫面床，伊嘛徛伫面床边讲，啊，你要倒伫面床，无爱起来礼拜。啊！你穿内衫内裤伫礼拜，伊嘛讲安尼敢会看见？你要来见一个礼拜是咧甲上帝讲话，礼拜是咧甲上帝面对面。所以，什么种人得爱去参加礼拜的态度？有在读圣经、参加礼拜的态度，上基本叫做什么？敬畏。敬畏的心，咱咧讲敬畏是什么意思？惊吓吓，会惊吓，是安怎会惊吓？
因为上帝是审判生命的主。你敢捌听人讲去法院在诉讼穿内裤去的？敢有？我看穿内裤就免入去啊！你敢知去法院参加法庭开庭？捌去过法院的举手看嘛？哦，咱大家拢毋捌啦吼。你手机仔早会入去无？手机仔是早袂入去。你坐在遐翘骹，法警会甲你讲毋好翘骹。你住下面在市府处，法警会甲你讲毋好讲话。啊，咱毋是呢，咱来礼拜毋但翘骹，骹佫会摇来摇去。咱会摕手机啊，喂，我即摆在做礼拜啦，确定我才拍互你，啊无就在讲电话，有啦无啦。这你看，连伫法院，咱伫遐尼伫验，何况是面对审判生命的主，咱的态度是甚物货？咱的上帝真清楚知，所以若有伫读圣经的人，基本上有两种人物。头一种的人物，咱逐个人出世，早两项物件来。头一个物件是啥个？咱逐个人身躯顶拢有一个天使，拢有一个天使。即个天使，普通时咱去照镜看袂出。咱的身躯顶，咱的生命内底，即个天使，拢是别人看到的。什么时阵人看会到咱身躯顶有天使，甚至甲咱讲咱是伊的天使？什么时阵？你想什么时阵？别人对咱的身躯顶讲看到天使？什么时阵？啊？帮赞人的事。当你伸手帮赞人，迄个人就感受到讲，你实在是天使。会记哦，天使。所以你若有机会啊，你去看什么？看苏联过去有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叫做托尔斯泰。托尔斯泰就定在提供这个观念。伊讲上帝的天使会扮演做啥？路边的乞食，扮演做路边的乞食，看什么人有伸手帮赞伊，迄个就是天使哦。所以伊在看哦，天使伫咱逐个人身躯顶，咱出世的时阵。这个天使就对咱来到伫世间，所以逐个人身躯顶有一个天使的记号。咱逐个人出世早来第二个物件是甚物货？咱身躯顶拢有一本簿仔，这本簿仔叫做生命簿。咱若有圣经，你会当现看卖启示录20章12节。启示录20章12节讲什么？伊讲无论贫贱富贵，逐个人死的时阵，上帝要审判。上帝审判根据什么话来审判？伊讲仆仔现互开，生命册现开。上帝根据生命册所写的来做审判，啊，因为生命册上帝写的，毋是咱家己在写。生命册是什么人在写？伫咱身躯顶的天使在写。所以上帝审判是什么货？公义，伊袂甲咱冤枉。这是启示录20章12节，伊讲生命册拍开，上帝根据迄来审判。希伯来书第4章13节，伊讲逐个人拢爱往上帝安怎高效交账。这个效就是什么话？就是这本生命册。哦，
这个孝谱就是生命册，逐个人拢爱向上帝交孝。你啊看耶稣的譬喻嘛，伫讲到这，伊讲三个奴仆，主人交代因，照因的能力无共款交代工课，互因去做。然后审判就是主人倒转来，逐个人拢爱来交啥？交孝，根据你所做来算孝。但是迄毋是咱家己伫写，若咱家己伫写哦。你知影，阮做牧师拢爱主持总席啊，总席内底吼，拢顺序表拢会印一份啥货，个人录历。啊，个人录历拢谁伫写？毋是家己写，拢囡仔啦、至亲的人伫写。我拢定讲哦，写迄拢白插白切的真济。无伫礼拜嘛，讲伊真敬虔。无伫奉献嘛，讲伊真有疼心，真够疼教会。啊，阮牧师伫明明知嘛，毋敢答讲黑白写，惊毋是？啊，伫反正伊死啊，好佳在伊死啊，加讲几句话，互伊好取。咱上帝要看下，今仔日你坐伫遮，你会当写2021年8月14，早起10点，罗牧师伫笃行教会演讲，我有去听。啊，然后这是你写，但是你的天使一晚嘛在写，伊人坐伫遐，心拢无伫遐。天使看咱的啥货？内心，内心。所以咱若有伫读圣经，即种的人物就真清楚。第4字，你是毋是有真正敬畏上帝心伫参加聚会？这嘛是我伫教会拢定要求，所以哦，我足相信。你若问咱的林牧师啦，因遮牧师界，你若当问到罗俊义，伊讲好，迄个有够歹。你问到我的会友，逐个拢讲牧师足歹，但是因为足歹，我要求真严，因为是要求严，礼拜就无人敢迟到，无人敢迟到。我早起要来坐高铁，我的查某人足惊我袂赴。啊！你还搁伫遮伫，要较紧的时间都要到。咱敢捌礼拜是安尼伫风吹的？你还搁伫遮，我较紧去。特别礼拜，咱敢捌安尼？毋安尼。无我囡仔的时捌，我细汉的时爱行路行40分钟，上帝带去礼拜。阿祖是白骹的。较慢，伊拢举一支线，头壳得降落去。安尼，甲伊安尼一直行40分钟，对高雄的油厂行到左营旧城教会去礼拜。迄个时代信徒敬虔的心，真清楚。无咱今仔日的信徒，毋是安尼。有诶来礼拜就拄久，是安怎？因为昨暝网络算到天特别光，无去礼拜，惊去用点名。咱即种诶敬畏诶心，就是欠缺圣经诶基础。所以咱若是有伫读圣经，有伫注意咱甲上帝诶关系。咱长老会创设者约翰加尼文，500年前、500多年前，伊就替咱的教会做一个定义。伊咧讲什么？伊讲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基础的顶面。教会若是起造伫上帝话基础的顶面，咱就当安尼来想哦。你会记无？咱细汉的时，像讲我细汉的时，也是讲咱过去，定定拢有一句话：
你要去倒位？咱真少在讲要去做礼拜，讲要去听啥？听道理，听道理。我捌一遍甲总会讲，阮遮的传道者无应该叫做传教者。牧师毋是伫传教，牧师应该是伫创啥？传道。道是甚物货？咱看约翰福音书第1章，伊讲道就是上帝，道就是上帝，道是上帝，所以传道者、牧师就是爱传道。牧师毋是要传教，所以咱的总会即马有改名称，伊即马无叫做传教士会，伊即马叫做传道师组织。教是一个组织，道是上帝话，所以咱的牧师礼拜日毋是要甲咱讲教会规矩。礼拜日是要甲咱讲圣经的教示，这项是真要紧。所以你若问讲，我若甲咱问讲，牧师礼拜日就是要带咱做礼拜，做礼拜牧师就爱讲啥？爱讲啥？讲道。啊，讲道就是要讲什么话？圣经啊，圣经是上帝话。所以，一个牧师若讲道无伫讲圣经上帝话，拢伫讲笑话，迄毋是伫讲道。一个牧师若对网络摕真侪故事来伫讲，迄毋是伫讲道。你知影咱台中有一间大学叫做东海大学，较早有一个牧师讲道。随时去互会友甲伊谴责，迄校牧讲伊的讲道片是对网络刻落来，安尼就是表示迄个牧师无啥，无准备讲道。你看路斯伊教堂，因东海的学生、东海的先生去礼拜。因普通时有人伫网络伫看北京教会讲道伫讲啥，特别咱若注意来看，咱这2个月来拢用线顶直播，信徒无一定看咱教会的哦，信徒会走去点啥货？点伊熟悉的教会，北京教会听看卖，有一日听咧。有时听到哦，真感动。然后你注意哦，等候搁较开放，即马倒转来家己教会礼拜，牧师讲道讲，啊，今仔日牧师讲的，哪会甲我1个月前伫网络看的拢共款？啊，这就是发生伫倒位？东海大学。后来迄个校牧就爱离开，伊就爱离开，是安怎？表示伊无认真伫准备。牧师若是伫讲道，就是爱照圣经的话。啊，圣经的话，牧师就爱认真去准备。逐只样啊拢无共，伊就爱知影伊要讲什么物件，互伊所饲的羊来食。我伫庄脚后山伫牧会。后来我去到嘉义，后来我去到台北，迄信徒的质拢无共款。我伫后山迄拢庄脚，迄拢做室人，50个会友，40个做室的。我甲做室人伫讲话，我无法度去讲，亲像我伫台北伫讲道。我去到嘉义西门，遐有一群人。是读过日本册，可是无教会主义影响真深的。我伫遐伫讲道，伫遐伫甲因读圣经，方式就拢无共款。我去到台北，
我头一遍讲道了出来伫送会友，你知我有一个会友甲我讲什么？牧师，你讲话真有乡土味。我讲我知影你的意思，真粗鲁对无？伊咧台北人讲话较文雅，逐你讲，哦，你讲话做有乡土味。我讲知影，意思是真粗鲁，因为我伫庄骹安尼过来，我文雅的话讲袂出来。所以即马伫讲互恁听，小可较文雅，迄是伫台北抄出来。那看这是啥物？传道者就爱针对伊的对象来准备。所以约翰加里文，咱长老会的创设者，伊讲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基础的顶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在。所以咱也有伫读圣经，咱就知影诗篇119篇105节，伊讲什物？伊讲上帝话是咱路上的光，是咱头前的啥，脚前的啥灯。上帝话，互咱知影咱生命的方向要对地去，这项是非常重要的一项。我差不多得要30年，毋捌参加总会，是安怎？特别是30年前，咱的总会就开始在变质了。在变质是啥物？阮遮的传道者已经无得注意，到底教会存在是要创啥？哪来传道者哪注意的啥物？我的福利是啥物货？所以定伫修改教会法规，修改教会法规。逐当开总会，用足侪时间伫修改教会法规。是安怎着爱修改教会法规？除了社会变迁，咱有真侪规矩袂合以外，哪来哪侪传道者，伊真少想到伊的献身是为着什么？献身的使命是什么货？这个是真要紧哦。今仔日的传道者真少在思考使命，伊咧思考的是一个职业。牧会若是一个职业，安尼迄就是毋是在传道。但牧会牧养照顾羊群，若是一个使命，迄就无共款。迄就爱真拼命、真认真地去做。逐个人拢在讲拜一是牧师的什么日？我讲哪有遐好命？我从新人医毕业到近啊，我还毋捌拜一在休困，还毋捌。迄是最近2个月哦，才较好命，因为拢袂使出去。我毋捌听讲，我家己的牧会的路径有迄落拜休困。我互办公室的干事拜休困，我固电话。我互会友知影，24点钟你拍电话来教会，袂超过3声，绝对有人接电话。3更半暝，3更半暝。干事拢下班了回去，电话牧师讲，绝对3声，超过3声就是表示有问题。你知影我对象学这？对阿扁，知影阿扁？阿扁做台北市长，伊就是安尼规定，各科室电话超过3声，随时爱写报告。是安怎超过3声？我将这个观念摕去伫牧会中间，所以逐个会友拢找我找着。若3更半暝拍电话来，表示会友安怎家庭出问题，需要随时去照顾、去应付。不过我伫台北定拄着3更半暝1、2点人来试电铃。
讲喏要照便所，你要来来开无？开啊！你毋开，地带礼拜堂外口，阮迄无围墙啊，台北东门迄无围墙啊，地带把你放屎尿咧，啊开啊！嘛有迄个天才啊会友啊，伊困袂去，2点拍电话啊，罗无叔，你敢会当甲我找一个电话咧？你要讲，你哪会真拍电话来？伊讲我伫困袂去。这是啥物？我伫讲这是伫讲，你若是将这看作是你的使命，你就是拼命去做。所以我逐礼拜拜一，我就爱去和信病院，去遐做义务。我是病院的义务。因聘我去，我是但讲我来做义工。所以教会、小会知影，我拜一拢伫和信病院。我伫遐探访病人，结束了，我阁开一个查经班。因下班了，大家做伙来读圣经。因下班，我嘛下班，因为职员、医生拢下班要休困。但是有真侪医生爱值班，嘛有真侪护理师爱值班。咱教会有一个姊妹叫曾雅欣，伊伫和信病院做过护理长，伊就真清楚。我就搁伫遐带因读圣经，到几点结束？到7:40、7:50，有当时啊到8点结束。我转去到厝暗时9点。逐礼拜拜一，是这2个月较好命，因为病院来管制，阮袂使去探访病人，所以你来看这是啥物？我咧讲，做一个传道者，伊要怎样去培养使命感，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。我咧讲。这30年来，我无爱去参加总会，因为用足侪时间在探讨什么货，在探讨修改法规。阮遮的牧师真少去想到什么，想到影像。要安怎互教会有一个影像，真少在想这。所以有一当，我真怀念有一当，这就真有意思。总会讨论规日在讨论什么问题？什么叫做教会？什么叫做教会？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是安怎在讨论这个问题？是因为迄个时阵。新人院毕业的传道者无够通分，欠传道者的教会真侪。今仔日嘛是呢，今仔日差不多有250间的教会无传道者，咱长老会。但今仔差不多300个传道者在找教会。啊，这个中间则袂好势。阮的时代，我是1974年。我台南新人院毕业，阮迄个时阵是拢人，逐个拢在抢，毋免烦恼无教会通去。什么所在嘛在抢，病院嘛在抢，学生中心嘛在抢，这叫做机构。机构嘛一直在抢传道者，教会嘛在抢传道者。像我迄期毕业8个。台湾新人院毕业7个，拢总15个，无9个通分配互中会的需要，敢若申请的教会超过30间。好，咱今仔日真少教会要请毕业生，有无济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教会在改变。好，我真怀念有一当。在开总会，拢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新人院毕业的传道者，
是毋是爱派去教会？派去教会。我的时代进前有一个规定，即马即个规定已经无。有一个规定是啥物？新人伊毕业上少爱去教会2档传道，等候伊摕到牧师的资格，才会使去机构，还是出国去读册。机构还是出国读册，若无一定爱去牧会。但是学生中心、新人院、病院、社会服务机构，譬如讲，咱较早台中有一个真重要机构，叫做家庭互助中心 （CCF）， 迄拢嘛是教会开的机构，真爱人去甲因帮助。咱台中大雅遐有一间做啥？惠民有无？我前一届的同学嘛派去伫遐做因的义务。大家即种的社会机构拢要爱人，所以伫讨论即个代志。新人院的教授嘛起来讲，什么叫做教会？牧师嘛起来讲。阮做一个团队的，拢在边仔看。大家论战，对早起论战到下晡。总会议长主持会议到落尾，大家拢真野善啊！伊讲好，讨论几日啊，毋好阁讲落去。即摆来哦，即摆来，若举手要讲话吼，爱提议，无爱阁互人去讲话啊。你若举手要讲，你就讲我提议。教会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讲到落尾，就有一个少年的牧师举手，伊讲：议长，我提议啦，教会就是什么？厝顶买菜十字架，厝顶买菜十字架。就甲即个少年的团队讲，也无要较早讲的，提议真好，大家拢相齐举手，附议啦，附议，附议吼，安尼就落表决，表决就安尼通过，叫做教会叫做厝顶买菜十字架。你知咱即马表决了，即个议会休困，就爱读什么的议事了。用要食暗顿，大家拢真疲劳。好啊好啊，即马要来请议长、请书记读议事了。迄个时阵，咱迄阵还未规定70岁就袂使阁做长老啊。牧师70岁嘛得爱退休。迄个时阵还未有即个规定。有一个年老的长老80几岁举手，议长啊，敢会当互我讲一句话？你要讲啥话？头先表决过迄个案，咱长老会开会足清楚啊，表决过就袂使阁讲啊。表决通过，你袂使阁再有异议。若要有异议，就阁后场，然后你爱去找人联署，提出临时动议。伊讲我讲一个，议长讲就表决了，要阁讲啥啦？伊讲我讲一句就好，两个都愈规步。毋过伊80几岁啊，所以有一寡议员讲：议长，你得我讲一个，恁两个拄啊愈来愈去嘛，愈几啊句去啊。伊得要讲一句，你得好讲。议长讲好，我敢讲一句。个80几岁的长老，伊就徛起来讲，伊讲我嘛同意啦。厝顶买菜十字架，迄叫做教会，毋过迄蒙仔补上介济。伊讲一个哦，规个会场拢总点去，无像恁啊笑甲呢，大家都惊着呢。你去大肚山对面就有一个东海梦园，有无？我伫东海读册时，拢嘛走去迄个示范公墓遐，拢会看到厝顶买菜十字架几啊支。但是迄是教会吗？迄内底拢缀啥？
第4人。所以大家拢讲去，迄条议事录毋敢写落去，表决通过毋敢写，啊要安怎？所以随时有人对联署签名，后场议会摕起来，伊讲迄条暂时莫落记录，落尾记录就是讲什么？转达互什么会？咱的信仰教济委员会，信仰教济委员会去研究什么叫教会。所以咱咧看后来咱的总会信仰教济研究出来教会，伊用什么话来伫讲教会？用教会功能。咱若无法度讲出教会有迄个功能，这就袂当叫做教会。所以伊咧讲出来教会功能，伊就讲到5项足基本。头一项，教会是有伫创啥？有伫礼拜，有伫礼拜是伫应答上帝的话，是咧甲上帝讲话，即个叫做礼拜。第2项，伊咧讲到教会是咧什么？教会就要有伫宣扬福音，宣扬福音，宣扬福音的方法足侪。譬如讲，搁落去伫讲到什么？去帮助人，去听人，即个就是伫宣扬福音。甲艰苦的人相甲艰苦，甲欢喜的人相甲欢喜，即个就是伫宣扬福音。但是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物件？福音的本质是伫讲上帝的疼，上帝的救恩。若是伫讲到上帝的疼，上帝的救恩，咱得去看到什么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然后伊讲教会若无伫做教育的工课，教育的工课，譬如讲，咱有主日了，儿童主日了，即马佫有什么成人主日了？咱的教会即马有伫办社区大学，这拢伫讲到什么？讲到教育。教会有伫带信徒读圣经，教信徒认捌圣经，这拢讲到什么有关系？讲到教育。教会若无伫做教育的工课，即种的教会存在功能就会弱去。然后伊讲到第4项，伫讲到什么？讲服务社会。你看咱的教会有真侪机构是伫服务社会，但是原来伫服务社会，有当时啊，若无圣经上帝话做基础，即种的服务落尾就变质去。什么时阵上高变质？若趁到钱就变质。你知影咱的机构内底变质上厉害是什么货？病院嘛，全台湾上畸形的病院啊！我毋惊恁这搭抱起哩，你搭抱起哩。中华基督教病院，是安那？趁真侪钱。请毋通袂记得一项，咱的耶稣讲一句真重要的话：伫钱财甲上帝中间，你爱创啥？你爱选择。这是马太第6章24节。伫钱财甲上帝中间，你爱做一个选择，你要爱什么物件？你看耶稣伫路加12章，伊咧讲什么？伊讲一个人生命的丰富，不在伊积聚的财产多还是少。但咱今仔日真畸形，请这个病院来报告，拢伫报告讲趁偌济钱，趁偌济钱。为着要做病院的董事，你也看逐个人想尽一切办法。你若问我，我拢袂感觉迄有啥物见证。
今仔日中华基督教病院会当摕出来台面，互人看。对古早到今仔日，拢会讲到两个人，上济讲到三个，讲到什么人？老男医生有无？啊来，佫讲到什么人？细汉男医生。佫来会讲到什么人？吴进春。是因为吴进春才将二林基督教病院甲攀起来，无已经拍远去。二林基督教病院是社会牧师去开设的，伊招台湾的基督徒的医生，招台湾的基督徒的医生。伊讲咱唔好定靠外国人来开病院，咱台湾人的医生爱家己来开病院。伊伫地的时阵，二林基督教病院开起来，为着海线的人，伊死了，病院就关起来。到落尾是吴进春医生将迄间病院甲摕起来，伊毋但摕迄间二林基督教病院，埔里基督教病院强要关起来。埔里基督教病院嘛是什人的手甲伊开设起来，社会牧师。迄间病院是为着啥？为着要开喜乐病院，所以社会牧师去美国波士顿，伊用伊附设病院去学啥？胸腔外科。伊倒转来就是要伫遐来为着喜乐病来奉献，伫遐来开设。咱若注意看。吴进春医生是将这两间病院甲推起，但是过来拢总袂通，一直败坏，干哪去哪大间趁钱哪来哪坐，然后大家争要做董事，佫较毋免讲马街病院，你看得爱烧过，董事无爱搞出来，你来看咱的学校。对台湾上优秀的学校，办甲台湾上尾流的学校，这拢是咧讲到什么？讲到咱的教会失了什么基础？上帝为基础，无有上帝为基础，咱就无反省的能力无。咱若是有反省的能力。咱得伸手去帮助什么弱小，所以你来看，南市无医生，无人要去；恒春基督教病院无人要去。恒春基督教病院是芬兰的人来开设的，芬兰的人来开设的。咱这大病院、教会病院，特别是中华基督教病院。拢是用买一间一间一直当买，伊毋是伸手要去帮衬，讲恁继续留伫遮，阮派人来甲恁斗扶持、斗相共，毋是安尼。除非政府落命令，你去甲因帮衬。马街病院伫台东设病院，你若有去咧读？较早有一个董事做过台东广东高工的校长，一个黄清泰长老，伊在写台东马街病院分院设伫台东迄个整个历史过程，咱读开地感觉非常见效。即马是政府落命令，台东马街病院爱负责难事的医疗，无人要去。同款，台北总院遐医生嘛毋肯去台东，这拢是咧讲到什么？咱的病院已经失了什么？失了圣经上帝话基础，所以迄个福音的动力就失落去。你也看。咱的信仰教济，在讲到社会服务，在讲到什么？在讲到分享上帝的恩典，分享上帝的恩典。教会若无在做这无法度叫做教会。咱若得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演变，非常重要的一项。咱今仔日有基督教会，咱好
来到回顾者，咱的基督教会演变的由来。咱啊注意来看教会开始，教会开始，这是甲什么有关的？正式成做教会体制380年，罗马帝国的皇帝宣布，伫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内，敢若一种宗教，这种的宗教叫做基督教，叫做基督教。但是请毋通忘记，主后45年。罗马帝国就正式宣布，信耶稣是违法的，爱掠去关、掠去烧、掠去饲野兽。45年到380年，咱来看经过偌久？经过300几年，其实是312年，罗马帝国就开始有改变。罗马帝国改变，就是出到一个皇帝，叫做君士坦丁大帝。君士坦丁大帝，伊要统一分裂的罗马帝国，伊出兵要去修建，暗时得到一个启示。这个启示是甲君士坦丁大帝讲：你明仔载若要出征，你的兵盾牌为12架，伊感觉迄是咧做民望的，无准算。因为迄阵还伫掠基督徒，哪有可能盾牌为12架，掠去顶12架？因为主后65年，有一个罗马皇帝真出名的皇帝，叫做尼禄。尼禄皇帝就是啉酒醉，有可能啉酒醉。车刀顶台烧王宫，落尾伊感觉伊可能爱负责任，干脆派人火烧罗马城，然后伊讲迄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做的，开始掠基督徒，掠到的拢总顶12架，这是主后65年。所以迄阵掠到信耶稣的，就是掠去顶12架。咱知影彼得就是伫迄个时阵死去，主后65年。对主后65年，你会当对主后65年算，嘛会当对45年算，算到即个312年，掠到基督徒就是顶12架，无就是顶落什么饲野兽，啊无就是卖去做奴隶，伫竞技场拼生死，无就是掠去卖做。人饲做奴隶，君士坦丁伊无法度接受即种的启示，不过隔日伊调所有的司令官要出兵进前，在干出兵进前的讲话的时阵，精神讲话时，忽然间有一个光照落来，迄个光照落来，伊惊一个，伊看到迄个光是啥？出现一支12架。伊才想到昨暝的民望，伊就甲遐个司令官讲，落去叫兵盾牌拢画一支12架。遐个司令官嘛感觉奇怪，不过皇帝在讲，总司令在讲，就逐个司令官照安尼做，迄边战争真正战赢，统一全罗马帝国。伊倒转来战争，倒转来313年。伊就宣布，信耶稣是自由的，你毋免搁再迷起来，毋免惊。所以迄阵，逐个人拢走出来，你会使公开讲你是信耶稣，信耶稣是得到保护。教会就安尼落来，有形的教会，逐个出来。其实伫即个中间，这个380年落尾宣布唯一的一个国家教会，其实比罗马帝国搁较早。另外一个国家，捌听过无？土耳其的边仔叫亚美尼亚。亚美尼亚是全世界大声宣布，因为国家就是用基督教信仰做基础。
罗马帝国到380年才做这个宣布。教会就是安尼形成，一直到当时1051年。1051年，罗马帝国，咱知伊一个宣布基督教是唯一的国教，这叫做啥？政教已经安那？政治甲宗教信仰结连做伙，政治甲宗教若结连做伙，真危险。危险伫倒位？政治若袂稳定，教会会对倒无稳定。全世界所有的信仰系统拢共款。咱看见罗马帝国渐渐有分裂，分做东罗马帝国、西罗马帝国。后来，东罗马帝国因就宣布对政府离开，因无搁爱听原来教会的话。这当然中间牵涉真侪问题，对圣经的见解无共款。因为对圣经见解无共款，产生出来有真侪信仰的人物就渐渐会离开去。1051年，教会头一遍分裂出去的，咱家叫做东教会。东方的教会有时阵咱定听到叫做希腊正教，也是东正教。读的圣经拢共款。无对信仰的人物无共款，这种的人物拢是解说圣经的，对解说圣经有无共款的看法。然后教会继续落来，这若叫东方原来的教会叫做什么？西方。所以咱会当发现东方的教会拢分布伫倒位？东欧。甲苏联，你拢看会到，迄代拢是希腊正教的教会。那看到当时，到伫继续倒落来，到伫1517年10月3日，咱知教会若真有官兵，钱若真济，这人介奇怪，你有发现无？趁钱哪济人拢会想要搁安怎趁较济，无钱的人，一般中学阶层的无钱的人，伊讲吼，3顿若有通食就好啊，平安会感谢上帝。但是教会若有钱，在想的拢无共款的，在想的得像即个中级灵修会，得来找饭店、找温泉，对无？咱敢是原来嘛安尼拍算敢是？虽然嘛是有钱的教会，无钱的教会拢会啥？带教会就好啊。有钱的教会拢会想到啥？来什么灵修旅行，迄种蒙拉兼洗裤，其实是旅行较重要。灵修拢是咧应付一个台面的，这。同款，西方的教会哪来哪对咯？对咯，甲得去想一人，咱来起一间全世界上水的教会，起一间全世界上水的教会。罗马帝国已经真有钱，这就是问题嘛。真有钱，伊袂想要摕家己的钱出来起教会。伊会开始讲啥？信徒大家拢爱奉献，毋但爱奉献，佮惊你毋奉献，伊得想尽办法来甲你讲，你奉献哪济，上帝哪欢喜。阮今仔日有一寡牧师嘛会安尼讲，敢有影奉献较济，上帝真欢喜？敢有影？我若安尼讲，恁无得想讲，安尼就卖献就好啊。你主力卖献啦，上帝拢无欠亏你的奉献。不过因为着要鼓励信徒奉献，因得去想到一个方法：你奉献哪济，上帝哪欢喜。要用什么来鼓舞你奉献较济？去卖赎罪券。
这就是咱伫读宗教改革的历史内底定提起的。赎罪券卖原来意思是真好，就是讲，互你家己有一个平安，讲我有通过奉献，祈求上帝赦免我。到到落尾赎罪券，佫会当买起来囥，买较济起来囥，较免得我无注意的中间犯罪。教会为着安尼趁真济钱。但这主教毋是卖赎罪券的钱，拢总交转去，是搁创啥？搁再扣一站落来，搁再扣一节起来，扣一节起来，交一部分去。全世界上水的礼拜堂，就是咱知影对一间圣彼得大教堂。所以你若注意来看，圣彼得大教堂真水。但是，迄拄拄是犯罪的记号，毋好袂记，毋通袂记伫即项哦。安尼，咱会当看出罗德马丁出来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，甚至当时的教会会讲啥？你会当用奉献来赎回你所犯的罪。所以，罗德马丁用罗马书第1章16节到17节。伊讲，咱得救，毋是因为奉献，咱得救是因为什么？上帝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因为咱信耶稣就得救，毋是因为咱奉献来得救。所以罗德马丁当时拍出一个真响的口号，就是什么？倒转来圣经，倒转来圣经，回到圣经，大家重新来读圣经。当时的教会就是惊信徒读圣经，因为大家人读圣经对圣经了解会无共。因为对圣经了解，你有当发现无？宗教改革了后，咱的教会有足侪种无共款的教派，有浸信会有无？有协同会有无？有圣义会对无？卫理公会、圣公会、圣教会，足侪种无共款的教会，特别咱台中有一间真大间、阁真出名的教会嘛，咱长老会人分裂出去设的，真济。伫高雄有迄种什么福气教会，足侪新兴的教会一直出来，这拢是甲读圣经对圣经的注解无共款延伸出来。所以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禁止信徒读圣经。罗德马丁伊就讲，大家拢倒转来，甚至当时的教会禁止信徒翻译圣经。所以咱若在看这信徒无在读圣经，教会传道者安怎教信徒得安尼听。这就是罗德马丁所带出来，大家倒转来圣经，伊咧讲宗教改革是因为读圣经才分裂出来，所以罗德马丁伊咧讲，大家拢来读圣经，这圣经无法度读啊，是安怎无法度读？读无啊，嘛无圣经通读，因为袂使读，所以你若是要读。你敢会当读列丁文，列丁文就要有去读册，你才有法度。你德国人读德文，无德文的圣经。罗德马丁伊提出3种真要紧的信念，头一项伊咧讲到什么？咱是因为信，甲上帝和好，所以叫做信。信正做义人，因信称义，所以信义宗的教会，就是罗德马丁延续落来。第二项，伊咧讲，就是讲什么？伊咧讲，伫上帝面前，大家拢共款，所以圣经是教会上悬的权威。咱敢若会当靠什么？靠认罪悔改来得到上帝的恩典，
所以伊在讲第二项，头一项在讲因为信得到称做义。第二项伊在讲什么？圣经是教会上悬的权威，毋是教皇讲的得到，毋是。这对教皇来讲损害真大。伊咧讲的三项，就是讲所有的信徒，拢爱诚做福音的见证人。要安怎帮助人来认捌圣经、认捌上帝？所有的信徒拢有义务甲这个使命。这是罗德马丁提出来，不过伊提这个信念出来时，得随时去互啥？罗马教廷真生气，因为迄是咧挑战教皇的权威，所以教皇命令德国的政府爱处理罗德马丁。认为伊的信仰有问题，德国的政府会惊随时开议会，叫罗德马丁来问：你有承认你所讲的是毋对无？伊讲我无。伊讲我徛伫即个所在，恁甲我讲我所讲的倒位无下圣经。我所讲的若无下圣经，我就承认我所讲的毋对。我所讲的若符合圣经的价值，愿上帝甲我伫地。伊讲了，伊活得出去，大家惊一个，遐尼的勇敢的一个少年人。但是伊这个出去，就去互一个贵族派兵伫外面埋伏，看到罗德马丁出来，随达掠去伊的城堡内底，甲罗德马丁关起来。伊其实毋是要关罗德马丁，伊是要甲保护。伊知影，伊若无保护罗德马丁，罗德马丁会去互议会甲判死刑、放火烧死去。所以，甲关伫伊的城堡，关伫城堡无代志做。罗德马丁做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这个代志就是什么？翻译圣经。伊将当时的希腊文的圣经，直接甲翻译做当时德国人上普遍的语言的圣经，上普遍语言的圣经，记录逐个人在用的话。安尼，你即马摕到迄个圣经，你就安怎读有？你知影，咱头先咱的酋长咧在讲食力啦，即马单位囡仔哪来哪袂晓，搁来第啥？咱的台语的圣经会晓读的哪来哪少？你就免其他伊搁读罗马字啊。但是你用汉字互伊读，伊嘛无一定读有。咱即摆台语汉字本的圣经是根据罗马字的拼音套汉字落去的。迄是巴克的牧师翻译的。已经百外年前的语言，即马改变真济啊！你知？即马什么叫 iPhone？ 我听拢无。什么 iPad？ 什么真济呢？我听拢无。我得问我的囡仔，手机啊，我嘛袂晓用呢。我手机啊，敢若会晓拍电话、接电话。咱阁是人甲我教。讲你得安尼试，得试倒位。我不时得问阮查某囝，问甲佫会起性地呢。得甲你讲啊，你佫袂晓。毋过你会看到真正咱敢写两字 ，OK， 好吧。毋过你毋好小看这呢，这时间生命就是安尼一直流失去呢。我较趣味是罗德马丁。伊翻译圣经，街路的人看有诶。迄阵去拄着一个真特别的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德国人，伊发明全世界头一台印刷机，活版印刷机。所以罗德马丁的进程，圣经是用手抄的，因为用手抄，所以圣经真贵。有真侪人献身，就是。就抓一世人的日，
要伫修道院抄圣经，所以迄阵的圣经叫做抄本。这个发明印刷机的人叫做古腾堡。伊发明出来了，全世界头一台印刷机，圣经就开始用啥？用印。因为用印的，咱即摆圣经叫版本，第几版叫版本。咱即摆无搁再叫做抄本，手抄的甲印的无共款，所以抄本是真早，版本是现代。罗德马丁翻译新约的圣经出来，佮拄着外版印刷机出来，这个印落，因为较俗，足侪人买来读，因为买来读。逐个人有在读圣经，教会就演变出来。这叫做什么？叫做新出来教会，叫做新教。这若叫做新的，原来罗马天主教会叫做啥？旧的。原来分出来叫东方，原来叫做啥？西方。安尼敢有了解？所以这三个系统。拢叫做基督教，安尼敢听？天主教嘛叫基督教，咱嘛叫做基督教。东正教嘛是基督教。我安尼讲，恁敢听？所以咱唔好定讲天主教是唔对的、错误的，唔是。这是咱对天主教无认捌者会安尼讲。其实伊是咱的啥？咱的母体。咱出来即马这拢叫做新教，新教就足老热的，足老热。因为分出来，逐个地区开始积极派人出去传福音，逐所在一直去。毋过因为有罗德马丁宗教改革的运动，咱就会发现一项，这真要紧的所在，就是什么？逐个人对读圣经有趣味。因为读圣经有趣味，教会就开始演变出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有在读圣经的教会，我家己的经验，教会的纷争会哪少？咱今仔日长老教会的纷争遐济，其实就是圣经的基础哪来哪衰微。我去台北。其实我对家己西门就安尼做，咱知影我伫后山，我过去的时间拢在带大学生新学圣经研究班。我毋知咱中间有人捌参加过神研班，捌参加过啊，捌听过。我对新学院开始伫参加即个运动，到今仔日拢毋捌停止过。我去台北，我伫东门牧会15年，我甲伊设一个运动，逐日对我读圣经，逐日咯。你什么时间读不要紧，我会分用3年对我读一遍，3年对我读一遍，所以我伫遐15年，足15年，全读5遍，读5遍。搁爱写作业，为着要等证明，我真正是带恁在读，我得爱读前一礼拜，做前一礼拜读，然后将我所读的，我将所读的，来写记录，牵带周报，所以后来迄种牵伫周报的，就来扣来做册，叫做。圣经导读，圣经导读，因为有真侪会友都讲有读看无，所以做一个简略写互因看。安尼我写2遍，我头一遍在写，较简单，
出来较细本，拢总出25本，迄是头一遍。所以我讲，恁读了，读一贯了，我得送你一本；读一贯了，得送你一本。教会得真正安尼做，迄阵叫口袋书，细本啊，25本。不过我第2遍到落尾最后一遍读第5遍的时，我讲，我搁对头顶写一遍。我对头顶写，拢总得写45本，用25开的版本，一般的册版本写25本。会友得对我安尼一直读，因为对我读圣经，因得知影要安怎倒转来到伫信仰的面上。所以我伫东门教会，我得甲因推动一个观念：踏入敬拜上帝的所在，贫贱富贵拢同款。无论是结婚的，还是丧事的，圣歌队上济2队，无较济。丧事嘛同款，礼拜当听讲台。拢同款，一个书会，一个讲道，无迄个排规律的，一个读圣经，一个祈祷，一个感谢，一个学乐，大家拢同款。礼拜当听毋免布置，咱礼拜日安怎样，结婚就是安怎样，丧事就是安怎样。礼拜当听毋是殡仪馆。讲做花海，然后花海，你知影迄爱开偌济钱？一边开了几十万，我甲伊讲钱伤济，拢摕来互我。咱的教会起来帮赞需要的人。我讲踏入礼拜堂的门，大家拢是什么种人？拢是什么人？你无感觉咱台湾人有3种人介趣味？有一种人去吼，拢讲伊是罪人，伊犯罪，迄拢去倒位才得讲？去教会嘛。咱心人敢来讲伊无罪？咱台湾的敢毋是有即个话偏康阿乐，无一个好人，这较像咱的教会信仰在讲。不过有一种所在，大家去拢讲伊无罪，法院呢？有罪拢别人，还佫有一种人去客情厝，拢讲伊无钱纳遐济税。不过若去食饭，拢讲这我请，这细摊的我请，拢在典型真有钱，敢毋是安？所以你袂感觉台湾人头壳来思维足奇怪？我甲因讲，踏入礼拜堂的门，逐个礼拜拢同款。什么名誉长老、名誉牧师？有做人有啥物名誉通讲？请你甲我讲看卖。我毋知咱教会有设名誉长老无？我伫牧会教会无名誉长老。我的老爸过往，我的母会旧城教会达设做名誉长老，牧师带长老来找我，讲教会总。我讲啊，伫教会办葬式就是教会总。若是教会办葬式，无论是伫殡仪馆、伫教会，拢叫做教会总。伊讲毋是，恁老爸是名誉长老。我讲阮老爸是罪人啊，无啥物名誉。徛伫上帝的面前，无名誉通讲。迄个牧师感觉足歹势。我讲，迄种的虚的物件，爱对咱的信仰内底家己过度。我讲，大家拢同款。结婚嘛是啊，足侪人真爱表演好，阮要替伊唱一条歌。我嘛甲因讲，结婚礼拜、丧事的礼拜，我拢无爱互翕相。要翕相的拢徛去上礼拜堂上后壁的所在。即马较进步啊，即马手机啊拢真来着。较早毋是呢，得去挂迄落什么闪光灯 flash。
我阁看到迄落上汉的，迄要西药哦，翕相的，阁徛起咧到讲台顶，迄支长长的扩大牧师的镜头。我甲因讲，我拄着一对青年，我就甲因讲哦，结婚礼拜，请恁兜讲伫教会结婚的举手看嘛，恁拢无吗？伫教会结婚的举手看嘛。你伫教会结婚，迄个结婚礼拜，什么会上要紧？翕相吗？啊？啊无是什么会？你看过了就拢袂记啊，对。西药，你毋知有注意无？要西药的时，牧师会讲一句话。你毋知有注意在听无？我相信恁拢袂记啊！娶了嫁了，就拢袂记。你有听见圣经即款的教示？你若有听见圣经即款的教示，若是愿意，请恁两个人手相牵来应答我所要问恁的问题，有无？但是伊的头一句话是讲啥？你听见什么话？圣经的教示，这对我伫讲做牧师的人，就要有这个圣经的教示，带信徒来西约。西约是伫救助，什么人知影你伫讲的是真的，还是假？你无看迄真简单的一句话：袂好是上帝伫听，上帝伫看，所以。我定在讲，伫教会两种西约，毋是甲牧师伫西约，迄是甲上帝伫救助。还有一个就是洗礼，第二项就是婚姻的约，迄是生命的约，是伫甲上帝救助。我甲教会青年讲，若要翕相的，拢叫因住上后面。礼拜中间袂使行来行去，但是我用稳洗浴了，伫献洗啊，伫挂手指，你会使来较头前翕。敢若迄个时阵，若伫吟诗伫礼拜，拢总袂使震动，啊嘛袂使闪光灯啪个啪个啪个。有一对青年，伊甲我讲。牧师啊，阮一世人敢若结婚一遍啦，定。我讲谁甲你保证敢若结婚一遍？谁甲你保证？伊若伫冤家受气哦，迄结婚翕的相搁严命讲斗对流。若无有上帝话做基础，婚姻真紧就破去；有上帝话做基础。伫上艰苦的中间，你嘛有力通行过去。咱真少人在注意这个物件。我拢甲因讲，要翕相，拢去餐厅、去饭店，恁要安怎摸、安怎浸、安怎染，要跳舞、唱歌，拢去饭店。这是伫做礼拜的所在。丧事嘛是同款，我无要互讲话。因为牧师的话伫讲，若是照圣经讲，袂当安慰你，也爱什么市长啦、立法委员讲才会安慰你，你得叫因来主持礼拜就好啊。我著去拄着这啊，李登辉、连战、萧万长，拢讲要来致辞，要来讲话，我讲 no way， 伊讲安尼无爱来，我讲莫来。这是发生伫我伫牧会教会。我萧万长真客气的，伊落尾找我，迄阵做副总统。伊讲罗牧师，我敢若甲宋家讲几句话。我讲礼拜前较方便，我办公室招你。迄阵规个礼拜堂拢去互政治人员包开。伊讲了离开，大家拢疏散。我才带宋家入去礼拜堂礼拜。这是教会，教会是起造伫圣经上帝的话，毋是起造伫咱的社会关系。
所以咱的教会若有即种的底，咱才有法度通讲，咱是一间什么种的教会？有圣经的底的教会，就像我头先在讲，咱毋是单伫顾家己，咱足自然会去见证福音。见证福音的方法，就是手伸的出去，帮助软弱艰苦的人。所以教会是甲弱势的人徛做伙，毋是甲强势的人徛做阵。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。什么种人是弱势？在咱的社会人所服的对象，咱就要伸手去甲伊帮助。所以我伫带东门教会，就去关心什么？关心家友。伫网家遐的家友，咱知即边疫情啊，真严重，大省对地崩出来，网家。咱遐有一间教会，就是东门在照顾，迄毋是长老教会，迄个牧师、迄个牧师娘，甲迄间教会，迄叫做活水泉。因就甲一群人去咧关心遐个袂当做生意、袂当继续的，拄着生活的困难，逐日送物件去互因食。东门教会嘛，通过一个内地会对荷兰来的宣教师，伊伫网家遐咧关心基女，伊去雇一阵基女伫做礼拜。我阵带东门教会甲伊讲，恁所有一切费用，包括租金，什么需要的，拢东门支付恁。我嘛去带因做礼拜，甲因做伙食饭。我对花西街遐行过，定定有人会来甲我扭。我穿亲像咱的林牧师即种的衫。所以我甲会友讲，有一本杂志叫《伊周刊》，后面也翕到我伫花西街人伫扭，你就知影我去带因礼拜。带因礼拜了，佫会互因讲爱牧师替你祈祷什么。我就去拄着即种的人来找我，伊讲牧师，我今仔日爱5个人客，你替我祈祷一下。这个人需要福音无？需要无？咱伫台湾经济上发展的时阵是什么年代？你知影？开始讲钱淹骹目，再来讲钱淹肚脐，再来讲钱淹目脉。你知影咱台湾经济开始大起飞是什么时阵？几年？1970年，高雄坚定加工区一个开开就开始。1963年加工区开出来，1970年，你会记谢东闵做省主席的时，拍出一句真出名的话，客厅就是啥？咱在大趁钱，但是请毋通袂记。咱拢定在讲趁钱，趁钱的下面真侪犯罪的代志走出来。咱在卖查某囡仔做妓女，卖甲真恐怖。咱伫花莲原住民有一个庄社，崇德，规庄的查某囡仔卖甲无半个，教会长老参与伫贩卖人口。你若想1970年到今仔日，等于是50年前。到我去带遐个基女伫做礼拜，45年前，迄基女已经有的是65岁，有的60岁，14、15岁就互卖去。你看到伊，你要甲伊讲伊是罪人吗？我拢甲因讲，恁来阮的教会做礼拜，伊拢嘛讲牧师，阮莫去，较好，较免拄着熟悉。
牧师，阮若莫去，你来阮较欢喜。但是迄毋是咱长老会的机构。你兄弟姊妹，咱教会野心，就是我推动去台东关心癌症的病人。你有发现咱最近有一份报告，咱台湾的岁数伫安怎？又较悬，平均岁数81岁，查某的已經到86岁。但是台东平均的岁数减7岁。我甲叶先讲，台东癌症的病人甲人口比例台湾上悬，平均岁数上低。叶先头一个，叶先恁捌无？头一个拼过去，伊伫和信做护理长，伊4条拼过去，伊伫遐做，因为伊过，我的教会有一个医生伫国泰病院，伊讲牧师若有护士，我就毋惊，规家歹过去，所以我退休礼拜我无举行退休礼拜，我举行册签礼拜。算东门教会甲因册签派过台东，联络台东基督教病院，讲你遐真做一个和信病院伫支援癌症的工作。伊是和信4条拼过迄边去，做甲伊家己身躯无好势，妈妈身躯无好势。伊才4条倒转来，真了阁留一个伫迄个所在。伊本来伫和信病院是真资深的护理长，但是即个癌症的工课，毋是台东马街伫支援，谁伫支援？和信病院伫支援。刘兄弟姊妹，我讲这互咱听，是要甲咱讲一项：咱若是有圣经的基础。咱袂干那伫想咱的教会，咱会去想弱小的身躯边，迄个人、迄个对象，咱欢喜伸手甲伊帮赞，这才是伫见证福音的一个要素。我毋望咱独行的教会是即种的教会，我嘛毋望咱独行的教会是会晓伸手帮赞人的教会。我讲到这，毋知有啥物问题，也是要留做下晡，才拢总做伙来，好，做伙来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三甲做阵伫即个所在。阮伫学习来认识阮的教会存在意义。应该有的责任，应该有的使命，愿你的神帮助阮有即种的晓悟甲认识。感谢你的听从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咱休困食中昼，感谢木生执事的准备吼，咱落来楼骹，就谈咱的一老户等遐，咱尽量隔开讲一只刀安尼。吼，迄个下晡的茶点时间吼，为着这防疫吼，我是甲咱准备讲1分的啦。你若食袂了，家己早顿去嘛无要紧，咱就是无讲时就对啦，就是讲一盒啦。嘛多谢木生执事真辛苦的准备安尼。好，咱就即马暂时休困，食饭，咱1:30，咱才搁伫遮来开始，互咱来移动咱的骹步。